关键狗娘发起人吕维应，大约伫10天前发起这项活动，当时就得到伊利康生技集团总裁陈俊良大力相挺，因此特别感谢陈总裁爱心，因为伊相信，只要将动物照顾好、绿色照顾好，台南就是一个上友善城市。感谢我们伊利康的这个陈董哦，那其实已经陪同维应哦连续将近10年，那每年都来帮我们的警用犬来捐赠狗粮，那高达300公斤。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南哦其实是台湾第一个友善的城市。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陈董这么有爱心哦，他不只是来捐赠狗粮，其实哦他也相当来用心的推动所谓的宠物餐厅的概念。那我想，那只要把动物照顾好，那也把弱势照顾好，我们台南是一个最友善的城市。另外，特别感谢我们这个警察同仁哦，其实在这段时间都非常的辛苦啊，包括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治安也好，还是说平常的警务也相当繁忙，也呼吁大家我们一起来作为我们警察同仁的后盾。伊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的这个台湾唯一的宠物友善餐厅协会来捐赠这个警犬的饲料。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抛砖引玉来影响更多人来对这个宠物的爱心然后给他们更友善的环境。第4分局赞不赞？赞。玉屏所赞不赞？赞。代表受赠的第4分局副分局长洪百亮表示，非常感谢这位议员以及伊利康生技集团的爱心捐赠。今天特别感谢我们伊利康陈董，还有我们李维应先生、沈家凤议员、陈秋红议员对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警用犬的一个爱心狗粮的一个捐赠。我想这些狗粮就是最新鲜、营养、健康的一个食品在此代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捐赠者的一个爱心及义行。吕维应望借由这次的捐赠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并提升市民领养流浪犬意愿，这会将台南市打造成为动物友善城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